Yo，我係石玉秀。今次我同齋姑喺烏鎮西山南門呢一邊試食咗一間必吃榜上榜嘅餐廳——金月亮餐廳西山南門店。講真，呢一餐真係有少少驚喜俾到我哋。先同大家講下個環境，入到餐廳覺得嗰度好有江南水鄉嗰種味道，木質枱椅，再加啲竹編裝飾，仲有小橋流水嘅佈景，中式風格味道又唔太老氣。坐喺度食飯，望住整個水鄉氛圍，確實好舒服。環境亦都好乾淨。再講下歷史，金月亮餐廳開咗都有一段時間，喺當地都算係有口皆碑嘅老字號。由開業至今，老闆夫婦親自招呼客人到而家，已經成為好多遊客喺烏鎮必食嘅一間餐廳，見證咗烏鎮咁多年嘅變化，都算係有故事嘅一間。好啦，講完餐廳嘅環境同歷史，而家入正題，開飯啦！首先我哋點咗支啤酒，由於當時天氣都比較凍，我哋發覺好少餐廳都有冰凍嘅啤酒，但呢一間竟然有，呢一點令我哋都好驚喜，因為我哋中意喜歡晚飯小菜嘅時候飲翻兩杯啤酒爽一爽。眼前呢碗陽春小麵就係普通嘅醬油湯底陽春麵，麵條唔係手工麵，但軟硬都幾啱我哋，算係正常發揮。唯一個湯底我覺得有啲過鹹，如果再淡少少就會更好啦。跟住呢碟係外婆炒蛋，我哋揀咗微辣，材料有梅菜、雞蛋同辣椒粒。雞蛋炒得唔太老，好滑；梅菜味道都唔太鹹，而且整體嚟講唔算油膩。呢個餸齋姑同我都覺得炒得幾好，好適合餸飯。跟住呢一碟菜品個名係想吃的螺絲，同樣我都係點咗微辣，螺肉粒比較細，但係每一粒都吸滿咗辣汁，其實係幾好味嘅。最遺憾就係個螺絲肉比較細粒，如果大粒一倍就正好多啦。今次我好任性，叫咗條魚，特色白水魚。呢條係烏鎮好有代表性嘅淡水魚，做法好特別，一半清蒸，一半剁椒。一條魚有兩種味道，呢條魚有好多細骨，真係要慢慢食，仲要好小心咁食。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清蒸嗰邊，可以食到條魚本身嘅魚嘅鮮味，而剁椒嗰邊就比較重口味，個辣味會蓋過咗魚味。我相信會迎合中意食辣嘅朋友。蛋黃小米鍋巴可以話係我哋今餐最中意食嘅一道菜。鹹蛋黃鍋巴炸得非常酥脆，唔似出面嗰種死實硬斑斑嗰啲，而且完全食唔出油益味。鍋巴上面有淡淡嘅鹹蛋黃味，如果鹹蛋黃可以再多啲就 perfect 啦。無論送酒或者送飯都一流。呢碟鍋巴真心建議大家嚟到一定要點。下一款係酸辣土豆絲，材料有土豆絲、青、紅、黃辣椒。個餸炒得幾出色，每條土豆絲都有酸同微辣嘅味道，炒得唔算過油，好惹味，餸飯一流，而且份量都好大。我覺得呢一個餸起碼要4個人先至啱點，2個人真係食唔晒。最後要特別讚下餐廳嘅服務。今次我哋真係點多咗，啲餸食唔晒，於是乎我哋就同服務員講想要外賣盒同筷子，點知老闆娘除咗照我哋要求拎咗過嚟之外，仲俾咗2個外賣兜我哋，俾我哋當碗用，真係好貼心。總結翻今餐，餐廳無論喺環境、菜式同服務方面都好有驚喜，裝修好有特色又乾淨，菜式充滿烏鎮風味，而且味道都好啱我哋嘅口味。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嚟烏鎮，我一定會再過嚟幫襯多一次。好啦，今次烏鎮金月亮餐廳嘅食評就到呢度，接住一如以往影埋個餐牌俾大家參考。
下集我同齋姑去到上海食第一餐醉月湖，密切期待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我愛你，我愛你。